来看受到方面的影响哦，今仔变天咯。透早中华以北真侪所在拢透大风，搁落大雨。气象署嘛发布大雨特报，明仔载方面通过哦，同款是搁湿搁凉。拜五开始，华南分河区往东平线，落雨的范围会搁扩大，搁加上有东北季风落南幕，到时阵北部的天气会愈来愈凉冷。会到礼拜哦，天气才会较稳定。气象署嘛提醒讲，这几日咯天气的变化是真大，可能会熊熊落大雨，所以要特别注意。拜三早起，熊熊透风，上一阵大雨，受到风面影响，气象署表示，中部以北地区到拜四拢爱注意有短时间的强阵雨。拜五开始，因为华南分河区往东线，落雨范围会扩大，北部、东北部也会有较大的雨势。北台湾地区的这种短暂阵雨、雷雨的状况会比较局部，可是还是有可能发生。而在中台湾这边呢，就比较算是零星的部分。南台湾呢，其实比较偏向是多云到晴。到了周五、周六，刚刚提到了。华南云雨区的东移，再加上东北季风，可以明显的看到跟周四比，这个雨势的情况又再度的上升上来，特别是在比较偏向是北台湾、东北部这个地方。气象署表示，到礼拜进前，中部以北东半部落雨几率真悬，除了落雨，拜四暗东北季风落南。到时阵北部地区早暗会感觉较凉冷，气温大约19度左右，但到礼拜才会渐渐回温。主要影响24日的晚上到26日这段期间，温度这边可以看到，在低温的部分，特别是北台湾降温比较明显，可能会到这种19度啊、20度这样子的温度，这是久违的在夜间清晨比较凉一点的状况。中南台湾也是会有感觉，可是如果你看到白天的温度，普遍的还是比较偏向是这个花东啊、中南台湾还是在比较偏23度以上。都还是比较温暖。气象署强调，接落来这一礼拜雨会较济，尤其拜三、拜四对流包拜一排通过中部、北部，对流真明显，落雨前可能会有强阵风，落雨时间歹按算，而且可能会是瞬间的强阵雨。建议民众这几日出门爱随时早雨伞护满。记者张家琪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